景颇族是德宏的世居民族之一，约为15万人，占据全国景颇族的95%左右。景颇族先民属氐羌族群，在中国的历史上，景颇族曾被称为寻传蛮、峨昌、羯歇。大约在1000多年前，为了寻找一个美丽富饶的安定家园，他们开始了漫长的南迁之旅。到17世纪初，逐步在祖国西南边陲的德宏、怒江以及缅甸北部的广阔山区定居下来。像狮子一样的凶猛，像布谷鸟一样的选择时机，是景颇族山寨流传最为广泛的一句谚语。它体现了景颇族豪情奔放、英勇机智的民族精神。有酒大家喝采香，有话当面说采亲，体现了景颇族直爽坦荡的性格。怕躺汉不要爬山，怕野兽不要打猎，表现了景颇族吃苦耐劳、积极向上的品行。景颇族用勤劳的双手征服大自然，用大长刀与恶势力作斗争，历史上多次顽强抵御外敌侵入。景颇族与大山有着不解之缘，